你有冇諗過，我哋嘅身體嘅細胞咧，其實就好似一粒粒細小嘅電池。隨住年紀嘅增長咧，壓力啦、飲食不當啦，細胞會逐漸受損，就好似一粒老化咗嘅電池一樣啦，慢慢失去儲電嘅功能。當細胞冇辦法正常運作，人就容易感覺到攰啦、冇精神，甚至乎加速老化嘅。嚟自日本嘅負電位技術就好似一個溫和又安全嘅充電器，佢能夠幫助身體咧補充負電位，恢復翻嗰啲受損嘅細胞，讓佢哋重新恢復翻儲電嘅能力。當細胞回到健康嘅狀態，身體嘅自愈力咧都會被叫翻醒嘅，精神變好啦，循環更加暢順，成個人就好似換咗新電池一樣啦，充滿活力，讓身體從根本恢復元氣。試試負電位療法，幫細胞充電，找回健康嘅節奏。